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郭偉成。馮檢基，我哋今日又同基哥講講時事話吓。雲福苑大火咧喺2025年11月底咧就發生呢個悲劇啦。即使去到26年啦，都仍然有唔少嘅災民啦吓，真係好彷徨嘅。同埋有唔少嘅生命咧係已經失去咗。咁我哋在此咧都係再一次咁去向雲福苑嘅災民同埋受難者咧致最深切嘅慰問嘅。當然咧呢個雲福苑大火啦係一個無情悲劇啦。除咗我哋關心災後重建之外咧，我哋都有啲跟進係需要去做嘅。例如其中一個咧為人詬病啦，今次嘅火災嘅最爭議性嘅議題咧就係雲福苑嘅管理問題。今次雲福苑嘅大火啦，個起火原因咧眾說紛紜啦。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一啲火嘅阻燃網咧係不合乎規格。甚至係喺各樓層嘅窗戶咧都被貼上一啲嘅叫做發泡膠。而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喺大火之前咧已經有唔少嘅業主咧向法團啦、傳媒啦、向社會咧係講過噶啦，就叫做係提醒過啦。但係喺法團嘅管理下咧，甚至係管理公司嘅管理下咧，都係冇呢個改進。所以係去到11月底咧發生呢個悲劇，就係奪走咗超過160條生命啦。同埋亦都有啲傳媒上面咧都睇到咧，係聽到有啲業主啊，同埋啲公眾人士咧，曾經係將一啲綠色嘅阻燃網咧，係曾經送去自己做檢測，將檢測結果咧係通知相關嘅政府部門，話俾佢聽，喂，呢個係不符合呢個阻燃嘅條件嘅。咁1年前已經提出，咁但係都冇乜回應，冇乜處理。呢件事咧就反映咗法團嘅管理啦，甚至係管理公司嘅管理咧，都係存在一啲嘅不到位嘅一個情況啦。咁我哋希望咧就呢條片可以分析下，為何管理公司作為一個專業嘅執行嘅機關啦，點解都可以容許呢啲事發生呢？一個管理公司入邊應該係有專業嘅人士啦，有人全職嘅工作係為咗呢個事件去監管啦，有全職嘅職員啦。對呢個大廈嘅日常事務嘅直接係管理嘅，主要係即係協助業餘性質嘅法團啦。呢件事其實係管理公司都需要負上最大責任之一嘅。其實成個嘅屋苑嘅管理系統咧，當然最大權嘅咧就係業主營運法團啦，或者佢嘅管理委員會啦，咁或者佢嘅業主大會啦，咁因為呢個係制定政策嘅。咁制定咗政策之後咧，就由管理公司去執行。而執行嘅所有嘅任何角度咧，都喺呢個管理公司嘅職業專業嘅範圍之內嘅。咁所以喺今次嘅事件之後咧，我就覺得好多人講政府嘅責任啦、法團嘅責任啦。嗱，呢啲陣間我哋會傾嘅。咁但係好似好少人提管理公司嘅責任。咁點解管理公司擁有呢啲咁嘅權力？喺今次嘅事件上面，譬如話呢啲嘅阻燃網唔得，不符合規則，又或者有啲媒體都睇到啊，有啲人坐喺度食煙。啲工人咧食煙，甚至咧着火嘅地方，咩原因會無端端起火咧？咁整個過程裏面，管理公司佢應該有人去監察住呢個工作，呢個維修，甚至呢個維修公司所做嘅嘢係咪符合嗰個合約啦？咁以至係過程裏面佢有冇巡視巡查，即係咪嗰個維修公司係做到符合個要求咧？咁呢個責任係咪都要計算咧？係，當然啦，社會上都有聲音咧，就係希望身為業主嘅角色咧，係需要更加投入呢個法團嘅事務啦，包括監察管理公司啦，包括咧處理日常嘅法團事務啦。但係咧喺現實角度咧，即係以一個比喻嚟講，我哋深水埗區咧都好多舊嘅單棟式樓宇啦，甚至舊樓啦，好多業主咧都係一啲嘅老街坊。公公婆婆，其實甚至有啲業主咧係有全職工作啦，即使係選咗為一個法團嘅委員，甚至係主席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專業嘅去處理呢樣嘢。甚至啱啱我哋都所講啦，好多公公婆婆其實唔熟悉呢啲嘢嘅，係佢哋聽到要大維修啊，或者要執行消防命令啊，佢哋都係淨係知道要俾錢，但係你話入邊嘅細則點樣去監管啊，要有啲咩要求咧，其實係冇呢個知識俾到佢哋。咁呢個就要完全依靠咗管理公司嘅專業啦。係，其實法團同埋管理公司咧就係簡單講啦，就係法團咧就係一個係決策機關，佢係制定一啲政策，同意一啲政策。咁當然
制定同同意政策過程裏面咧，係相當依賴管理公司所提交嘅資料啊，甚至建議啊，甚至佢哋嘅分析，然後俾佢哋作出一個決定，甚至建議交俾業主大會啊，再正式通過。咁所以變咗呢兩個嘅層次咧，頭先講咗管理公司嘅職責啦。咁作為法團咧，基本上就制定政策。我法團幾時先出現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法團裏面有人，無論主席又好，管理委員會嘅成員都好咧，佢係備受無論係出面嘅維修公司，又或者係甚至管理公司咧，如果佢用客觀嘅分析俾法團嘅委員，我覺得冇問題嘅。但係如果有一啲利益嘅收受，鼓勵佢哋支持某一個嘅維修公司咧，咁就有問題。如果冇就冇問題啊。咁當然另外就係維修公司為咗要攞到呢個生意咧，佢又有冇去個別針對一啲嘅所謂嘅有份投票決策嘅管理委員會嘅委員咧？咁呢個就成為呢個法團或者管理委員會或者係法團委員嘅權責出現問題，甚至犯法。我覺得即係喺管理上面，法團嘅權責就喺呢一度。咁當然就係話嗰啲資料係咪能夠全面地反映到，可以俾法團有一個從佢嘅角度、價值以至利益去作一個合適嘅判斷作決定咧？呢個就係反映咗喺頭先嗰個過程裏面。係咁，當然喺大維修嘅招標過程咧，市建局都有從忙協助嘅。但係咧，市建局嘅角色咧，佢係聲稱係相對中立啦，佢就唔會為咧業主或者管理公司作任何決定嘅，甚至係出現嗰個情況咧，就係佢啲為各個啲承建商嘅評分咧，都係出現一啲叫做漏洞嘅。特別係今次大火嘅承建商咧，喺個市建局嘅評分標準嗰度咧係滿分嘅。呢個就令人好奇怪啦，點解市建局作為一個中立機構喺評分嘅過程中咧，係一啲以往個承建商發生過一啲嘅訴訟啊，一啲嘅甩漏啊，一啲嘅法律嘅糾紛啊，都冇計算入去而得到滿分咧？呢個市建局咧，其實個角色都好重要，即係佢冇將自己話我哋只係一個中立角色，我俾資料你就置身事外，但係你嘅資料咧就成為法團決策嘅最重要嘅來源之一嚟嘅喎。今次係唔淨止資料問題啊嘛，點解你唔講嗰個承辦商佢曾經幾次犯法犯規，幾次造成啲咩問題？呢啲資料攞埋出嚟咧，你冇噶嘛？而話俾我哋聽佢100分啊嘛。喂，呢個係誤導緊法團，同埋誤導緊法團下面嘅管理公司。即係當我都覺得呢間公司有100分，其他入嚟投標嘅90分、80分、70分，喂，你自然就信呢個市建局，信呢100分嘅喎。咁當然我個問題就係話咁清楚呢間公司有咁多問題、咁多犯規，係白紙黑字有記錄，點解市建局會唔知？點解市建局要隱瞞呢啲事實？如果你話唔係隱瞞嘅，係人手失誤嘅，喂，咁我好懷疑同埋擔心你市建局嗰個誠信喎。咁你又會唔會查下究竟呢件事係咩原因呢？又會唔會出現你話我係小人之心啦？係有啲職員係咪收咗有啲利益而夾硬遮住呢啲咁嘅衰嘅可能性出嚟，等人知啦，等人哋投標縱使佢高價錢啊，都要揀佢唔揀嗰啲70分啊、80分嗰啲咧？呢個好重要嘅問題喎。所以咧，啱啱所講嘅一連串嘅一個連鎖效應啦，當然就整件事就反映到一個香港嘅現況。其實香港有幾千座咁樣嘅樓宇，當然未計屋苑啦。當中要涉及嘅大維修咧，同埋一啲消防命令咧，嗰個利益咧真係好豐厚啊！近期咧都已經唔少嘅傳媒爆出咧，原來唔止一個大型屋苑咧有涉及呢啲圍標嘅情況。呢種嘅社會系統性嘅一個缺失咧，其實政府係需要及時去呢個補救嘅。其實呢個圍標嘅問題咧，就我哋自從有民協成立以嚟咧，我哋都關心，因為我哋有一個係民協下面有一個私人嘅屋邨管理維修嘅工作小組。其實90年代我哋已經開始提呢啲問題㗎啦，講過唔知幾多次嘅，甚至咧回歸之後咧，屋宇署署長曾經揾過我哋傾過3次，每次傾5-6個鐘頭，點樣搞好私樓嘅管理。我哋係俾好多意見佢，佢甚至將我哋啲意見咧寫成一個諮詢文件去諮詢公眾嘅態度睇法。當時我哋已經提呢個維修問題㗎啦，政府唔係唔知，係唔理。政府可能以呢個叫做自由市場嘅一個機制咧，就去交俾法團去決定啦。呢種嘅所謂機制咧，看似係俾咗法團好大嘅自由度嘅，法團可以自行決定揀 A 公司揀 B 公司，
當中咧嗰個規矩咧係由法團自己定嘅，只要你會員大會夠票數通過啦，我哋都未講嗰啲授權票嘅嘢啦，夠票數通過咗啦，你就可以揀呢間公司，無論佢幾爛都好咧，你夠票數就得㗎啦。正如頭先所講，就係所有嘅制度都有佢嘅漏洞，都有佢嗰啲被犯法嘅可能性啊嘛。係，如果我間管理公司或者維修公司係足夠地大嘅話，我係咪可以又收買呢個收買嗰個，甚至所有你嘅法團委員我都收買晒？咁於是咪出現一個唔係最好嘅維修公司係攞到呢個標咯？咁呢啲係有呢個可能性，特別而家連嗰個基本資料由市建局俾我嘅都錯啊嘛。咁呢個你點樣怪有啲委員佢完全冇收錢㗎，冇貪污乜都冇嘅，佢個判斷都係覺得梗係跟市建局啦。咁去到呢一刻咧，其實好多業主咧，甚至係法團咧嘅委員都好驚嘅。究竟自己可以相信咩人咧？好似呢一刻咁樣，哇！身邊嘅所有管理公司啊、顧問公司啊、工程公司啊，可能都係為咗利益咧，而有啲古靈精怪嘅出現喎。咁政府又可以喺邊方面去幫到手咧？業主嗰啲大維修咧，就好似一嚿肥豬肉咁，個個都想嚟食一口。啱啱我提到業主立案法團嘅委員其實係義務性質嘅，甚至好多都唔係專業，有好多業主都係老業主。喺咁嘅情況下，冇一個專業知識，冇呢個能力，冇人嘅一個專業嘅協助，咁點樣可以處理呢個大維修嘅一個重大議題咧？呢個係政府需要諗喎。我簡單講咧，就話一啲政策、一啲嘅決定係屬於法團嘅。如果呢啲政策決定有問題嘅時候咧，係法團責任。但係決定咗之後交俾管理公司，就係全職專業地去執行。喺全職專業地執行過程裏面出現任何問題咧，嗰個負責人咧都係管理公司。咁當然而家就係話，如果我攞翻嚟嘅資料都有問題咧，咁就個資料來源嗰度咧就有問題，就個責任喺佢哋嗰度。咁當然呢個資料來源之下咧，都有個政府去睇住呢啲嘅嘢有冇搞錯啊，有冇犯規啊，有冇貪污啊，有冇即係所謂自己打龍通啊，而導致到呢個標咧，哇幾間大公司壟斷晒我哋大部分嘅啲維修啊，咁呢啲係政府部門嘅責任啦。喺呢一刻咧，咁就證明政府嘅監管其實係仲有提升空間啦。如果唔係，都唔會發生呢一連串嘅事件，甚至係依家越嚟越多報道咧都爆出唔止一間嘅大屋苑係有咁嘅情況啦。咁翻以雲福苑作為例子啦，政府係直接解散咗個法團，而直接任命咗另一間管理公司去直接管轄法團呢個嘅日常事務。咁呢個就令到社會各界諗，其實政府日後嗰個方向係咪都係希望以直接干預嘅手法咧，去解散一啲冇能力去為法團提供一啲專業嘅服務，或者係處理日常事務嘅一個法團，就解散咗佢啦，直接任命一啲佢信得過嘅管理公司入咗去咧。我又覺得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法律上面民青局有冇呢個權？法律上面係有嘅。其實當年咧，民協都提議過一啲五毛嘅地區嘅小區咧，係透過嗰當年叫民政局啦，民政局咧係根據法例委任一個管理人，佢將譬如100座大廈咧作為一個小區去做好呢個維修管理清潔嘅工作，然後慢慢咧協助佢哋成立呢啲嘅業主立案法團啊咁樣。咁即係喺呢個事件上面咧，如果民青局覺得而家呢個法團已經冇能力去管理呢一個屋苑嘅話咧，佢係有權咧係委任一個咧係管理人入嚟去處理呢一個所謂屋苑嘅管理嘅。咁但係個問題，而家屋苑仲有冇得管理咧？仲係咪要翻返去住咧？還是點樣樣咧？未作出決定嘅時候咧，係咪需要咁急咁快去做呢個決定？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咪現有嘅管理委員會係不能夠自己進行一個嘅改選咧？譬如話兩個現任嘅主席都被捕咗啦。咁佢哋嘅管理委員會係咪可以自己互選翻一個主席出嚟咧？同埋係咪所有互選嘅過程裏面，所有現任嘅委員，民青局都覺得一個都不能信任咧？咁呢個我覺得民青局要答嘅。當然最後就係你突然間決定交俾某一間嘅管理公司去做咗呢個管理人啦。咁呢個管理公司係唔係最好咧？點解你覺得佢最好咧？可唔可以有啲解釋咧？點解我要揀佢咧？所以未來喺個法團嘅管理啦、大廈嘅維修啦，甚至係消防命令等等嘅工程上面咧，喺私人樓嘅一個工作其實係好長遠同埋好多要做啦。咁我哋都日後會不停俾建議啦嚇。當然一啲直接監管呢個私有工作嘅部門都相關啦。頭先講嘅民青局之外，因為法例講民青局去負責睇住嗰啲法團噶嘛。
譬如建築上面係咪屋宇署啦、建築署啦，甚至你嗰啲邊啲貨品咧可以用呢啲建築係定咗啲咩規矩咧？再高一個層次啲，而家啲法例上面係咪有啲咩問題係需要改善？特別係圍標呢個問題係需要清理嘅咧？咁呢個當然去到嗰方面啦，譬如發展局等等，係咪都要喺呢個角度上面要參與去做好呢個工作？咁除咗大廈管理嘅問題啦，其實居民嘅一個心理健康咧，我哋都好關注嘅，因為大家都明白一場大火咧，其實係對所有嘅住戶業主咧造成一個好重大嘅心理嘅創傷。有一種精神疾病叫做創傷後遺症。即係喺災後咧係長達數十年都可以有嘅，所以依家個一戶一社工咧，除咗係現時呢一刻咧，即係提供一啲嘅所謂情緒支援之外咧，我哋都係建議未來最起碼5年咧，都係持續咁跟進呢個住戶、租客又好、業主又好嘅一個心理健康。因為佢創傷後遺症嘅特點就喺災後咧，不停會閃過一啲逃生嘅畫面發生災難時候嘅一個畫面咧，其實係對佢哋嘅心理負擔係造成好大影響嘅。係，咁我覺得成件事件上面咧，基本上我覺得有2個角度政府做得好同埋正確嘅，一個就係對一啲臨時即刻嘅現金嘅支援啦，即係包括你嘅搬遷啦，包括你嘅安頓自己包括甚至俾啲錢你買啲嘢咁有成20-30萬咁多啦，呢個係值得一讚。第二個咧就係一戶一社工，因為其實每一戶咧都可以出現不同嘅情況嘅嚇親啦、驚恐啦，甚至呢個嘅印象洗唔甩啦咁。個問題就話咧係第一，嗰一戶一社工當你係真係有2000個社工處理呢2000戶咧，係咪都已經係有足夠嘅所謂知識做法去處理一啲曾經受過創傷嘅人或者家庭嘅經驗咧，或者甚至係你讀社工時係咪有冇讀呢一科咧，咁都可能有影響。第二就係話，除咗呢個工作之外，因為而家最緊要係盡快去安頓嘛，安置佢哋嘛，咁個安置過程裏面係唔會出現啲問題咧？譬如睇媒體嘅報道咧，就有啲家庭就喺度呻緊啦。原來佢而家住緊嘅地方咧，唔夠2-3個月要搬，可能搬去另外地方又要搬，可能要搬成，譬如你2-3年之後，可能有一個穩定嘅地方即係長久居住嘅地方嘅話咧，2-3年係咪要佢搬3幾次咧？咁呢啲嘅嘢咧，又未必一戶一社工，佢可以知道呢個問題，但係佢處理唔到呢個問題，因為唔係佢權力。咁當然仲有一個問題就話，對一戶一社工嗰2000個社工，係唔係政府都做到足夠嘅知識嘅提示，甚至佢哋社工本身個情緒上，當佢面對一個咁凄慘嘅一啲家庭嘅時候，佢自己都會唔會感覺到悲傷甚至都可能會聽咗都喊埋一份咁呢啲等等嘅嘢咧，其實都係喺呢個良好嘅做法之下咧，係細節嘅嘢咧係要填補嘅。冇錯，其實啱啱基哥所講咧，就某程度上印證咗一戶一社工咧，其實雖然係呢個政策係原意係好嘅，但係某程度上咧就過於係單向，即係政府有啲咩資訊咧，就透過一戶一社工嘅社工咧去單方面發放俾啲災民。但災民嘅一啲回饋咧，社工有冇途徑翻上去咧？呢個係成疑嘅喎，因為我哋都知道過程中係有啲居民就有啲嘅意見，甚至係一啲嘅當發牢騷又好啦，係要透過傳媒先可以發到出嚟。咁其實你發俾傳媒之前，如果你揾到自己嘅社工，而個社工又真係可以回饋到啲意見翻俾上面決策機構去幫你處理嗰個問題咧，其實就係已經係唔使即係可以好 smooth 咁去處理咗。所以呢個一戶一社工嗰個意見嘅回饋嘅系統咧，其實可以再改善嘅，更加人性化啲啦。即係除咗單方面嘅問卷嘅一個收集，甚至係資訊嘅發放之外咧，同災民有一個互動嘅交流，其實好重要。呢個都係期望咧，即係日後，因為呢個我期望一戶一社工唔係話幾個月就完事啦，係起碼係去到5年或以上啦嚇。當然你個社工可以換嘅，但係你嗰個機制會仲喺度啦。所以成個過程裏面，因為社工基本上提唔到啲咩所謂物質嘅支援俾嗰啲災民，但係佢最重要係提供啲感情嘅支持俾啲災民。所以喺呢啲一戶一社工嘅重點工作咧，應該喺個情嗰度。咁我哋嘅意見咧，就希望政府可以聽得到啦，都希望咧我哋嘅災後嘅跟進工作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去嚟到呢度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